据了解，那么这一起枪击案是发生在凌晨的12点多，地点就在屏东的瑞光南路。那么疑似呢就是两派人马，之前呢因为传播小姐坐台的纠纷，那么呢引发了寻仇，相约谈判。那么就在这个开枪的地点，双方搏火了大约是至少26枪左右。那么之后呢，两派人马各自逃逸。那么其中呢有5个人是自行去就医。那么目前了解呢，疑似呢就是这个坐台的纠纷。那么警方也证实了，这和在之前几个小时的砸店的事件也有关系。那目前呢正在厘清，也调阅附近的监视器，以求追人。那么在现场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有一部车子停留在现场。好，那这到底是哪一派人马的？目前警方呢正在循线来追捕相关的这个关键的人物以及开枪的人还有枪支。稍后现场有最新的状况，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来掌握。主播。